因为2000年、3000年，方言因为文风台、台语、土石流、地南方言语，代表讲伊有相当诶啦特重诶。伊要我讲成就一项这个大项，伊甚至几千年我都变唔到。这个叫啥？这个叫做佛，这个叫做菩萨，这个叫做菩萨。哦，这个小经以佛来解释，因为以数学来解释，这个阿罗汉。阿罗汉，以佛来解释这个阿罗汉。先要讲，以佛菩萨，伊有相对，伊有相对的代价，所以因为伊经过了阿罗汉，伊是修成法，咱知啊，我这里无修成法。但是菩萨伊经过了12因缘法，甚至在经过菩萨的过程，菩萨会十性、十住、十定、十位用，来打变十地菩萨。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10地，所以叫做经过十地菩萨了后，有一个叫做哪？有一个叫做叫做妙觉、定觉，啊叫做无论菩萨。所以伊当然伊这叫做圆满，伊叫过来叫做圆满。圆满就是讲无欠亏意思，无欠，圆满就无欠亏意思。但是小乘阿罗汉，伊也叫做谁？伊叫做哪？叫做无为，这个叫做无为涅槃。你不够现在讲叫做无为，无为涅槃，无为涅槃。你不够现叫做无为涅槃。你阿罗汉来讲叫做有为，有为涅槃。所以因这两种阿维现象，有为就是讲，伊虽然涅槃，伊已经走到着了免轮回，伊免轮回啊。伊来讲，因为咱一直在记，离属性地内底当中，小乘阿罗汉，你自问，这种属于小乘。菩萨，因为伊会开始进入大乘，到佛叫做最小乘，所以你小乘阿罗汉去，伊拢免轮回。伊叫做哪？伊叫做便利生死，便利生死。但是伊叫做分段生死，伊叫做分段才是。伊这个到阿罗汉开始，伊叫做便利生死。伊阿罗汉的内底，要道、天道、阴道、阿修罗的、如来的、就是的，这个的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分段，伊叫做分段生死。什么叫做分段？就是讲，按照人认为，惊伊离这个修行的内底爱按照来。但是离阿罗汉，伊叫做变业，什么叫做变业？伊离心理面，伊免得来转世这个世界，伊免得来。所以咱今日说话题，做来讲讲显体性，小因之言，文处顿教。这个小因的人，这个小因的人，文处顿教，就是有顿教，顿，有一个叫做顿，有一个叫做讲。这两种你会了解。这个顿叫做顿法，这个叫做讲修，这个讲修。所以你小因人，你若闻出着迄个大乘法，伊后壁才讲着，犹如草木，因性笑谈，笑者用彼大夫悉皆之道，应该你听我啦吼。伊安怎讲呢？当然小因人。这张，变成树，咱拄则讲的，伊若对着风太较大，容易大雾啊，风雨大，甚至淹得落地会响倒，甚至腐蚀了的松沙，因为伊压倒了。
所以讲，因性小者，文处顿高，当然犹如车波，因为听无嘛，文处顿高，听无嘛，伊无老心嘛，伊在听无。咱明话，伊无你变个讲金光经，有时咱讲比啥讲？啊，金光经免听，金光经拢讲空尔啦，拢讲空尔啦。伊甲金光经拢空尔，伊嘛咱这个空尔，伊叫咱金光经空尔。你个讲伊嘛空空啦，伊嘛听无对啦。所以伊用个一个足简单的物件，免听啦。哦，所以伊问着这个物件，伊连听伊不会听。咱知影，当时伫华严经的内底当中，当时无称阿罗汉，听到佛陀咧讲《法华经》的时阵，无称阿罗汉拢未识。你若是依诸法所学，你就当知，无称阿罗汉拢未识。先无称阿罗汉，拢未识。阿罗汉是一个小经，这阿罗汉这个小经，就是这个小经，真正咧，伊他个未识。哦，因为伊听本来讲大乘法，本来讲《法华经》，伊在听有。哦，就今日咱比较不敢做。如果咱若是讲《金刚经》，咱若再来讲《法华经》，有出几个要听？有出几个要听？我都听无，我唔爱听。伊要想来听，因为咱咧掌头啊了解，咱咧方法啊了解，咱咧方法啊不了解。就上面一个数学，这个数学是安怎学习？迄个数学好起来，这个开始锻炼，伊这个做有一关。有老师跟我说，我听，先啊，因为伊个我元素，伊是我元素，学习无了解。咱来讲个，伊有一寡方法，伊无了解。咱来讲个，讲这个数学要怎算？你有这个公数，有这个公数，哦，公数，伊袂晓，伊唔知咧，这个物件要用什么公数啊，靠咧算伊袂晓，所以伊袂了解着伊源头了后，伊整个老师讲啊，完全伊本人袂晓，咱就听无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伊唔捌伊个公数。咱来讲个，咱今日少年之人，你要听佛法。你听无佛法伊内底含义，你能听得到袂？伊嘛无爱听，我听无，所以当时无成阿兰二识了后，当时有人讲，讲你这是大业百境，交给对状，生不出土地国，交业百境啦，啊生袂出着菩提果啦，菩提了吼，菩提是菩提果，这个菩提是你无法做人，你无法证着不归，你无法证着菩提位。伊来讲，伊这业菩提证，若叫也叫打起来，迄个证就大条。咱就讲起来，你离开大乘法了后，你永远要证佛，你无可能。你要证着阿罗汉，你嘛无可能。真正你无可能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无入迄个心业。你无入迄个内底，你要安怎得着阿？你要得着阿？就是啥样？金刚经一上无上本来内底人，伊讲你要证着阿罗汉，一定要经过阿罗汉的四果，四果完、四果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这四果，四果完，迄个入流，要入什么？要入圣明之流，不入色声香味触，这就一定简单。是毋是咧？因为金刚经。第九分就来讲，你伫六道内底当中，你要进入阿罗汉，你基本上要进入初果阿罗汉，迄叫做十多万。哦，咱要从范围中国话来讲，就叫做入流，入圣人，因为你开始，你伫六道内底当中，你虽然天道因，你虽然天道因道、阿修道、罗汉道、众生道地当中，这六道内底当中。你伫天道有人啊，伊有天道有分做欲界、色界、甲无色界。你随时到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，你到这个意见了。但是你要进入入流了后，你一定要先去了上海破了这个呐，这个贪嗔痴，这上海破。
这破掉了后，你若进入了入流，入新的自由的初课啊。那你初课已经破了88层面，88层厚，进入。入流又进入了，叫做苏多含，那个呢一来个，所以一来个当中已经进入了，你定来讲啦，你定来讲检验、监控、监控。第二，你这个初课你定来，初课阿拉汉你定来做检验，伊这88层面。88毫米的火焰，来一定要进入了苏多含，苏多含，跟一来个，爱靠了10天，10号，伊是10号伊这10天，一定要靠了那，伊第一个叫做初课，苏多含，这10个内底当中。到了阿那含，这个降5个两位头，阿那含这个不还个，它不还，所以数的是以数项来的，这个还可，变就是完全非常非常，数量也是非常天天，80挺厚，多年进，各位来到你地图吧。你考来大家来对这种情况检测，那以给这数面来进入了连刷线，来进入无名面，所以你要到菩萨一定要无名来看，到你3年一定要看连刷线，3年的叫做啦，3年就是咧讲给10组10年10回用，这叫做3年。所以金毛经第7分到这个讲一切天性，一切天性，该以无法有差别，这与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这个是3年。这个叫做实性。3年就是我拄则讲的，日本的52菩萨位内底当中，第一叫做实性，第二叫做实尊。第3叫做实行，第4叫做实回用，第5来叫做哪？叫做实地菩萨。实地，这实地就讲叫做实意思。但是现在3年已经有包括4个啊，第实证、实主、实行、实回用，是安怎讲？4年，因为这个实证袂使实证，因为伊还无足有信心。这个实完全是集中了后，你甲我讲进入到10组、10行、10回用、10回向，这2、3那个30，这个3年。所以呢，10组就是个安住，你完全袂改变，你完全都无改变，你学过内底袂是一切人甲你东东你走东，无因为人甲你讲西，你走袂西，因为你袂是变了。所以你不告诉我，有种叫做不定住，有种叫做邪定句，有种叫做不定句，有种叫做正定句。这3种，这个10组的应用到正定、正定住句，因为正定，你完全无受到一切人甲你影响，你就一直走东走西。阮当年行过40年，人对你去甲摇摆点人，伊讲，伊说我拢唔知，我修道我一生啊行你甲讲什么过去祖师安怎遐拢无关系，我唔知，我安怎行落去？没有慧根的慧，我在那行，我行到是40年，你叫我再从头再来，我唔是40年行来再从头再来，所以一定他正定理论。人一定学会点啊，这种叫做邪定句。什么叫邪定句？邪就是讲，因为依足偏向的去顺动这样物件。人讲东就东，人讲西就变去西去。
进来讲修养，讲是你上爱笑的，讲这个啦，讲这个尿那尿